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：一代亲，两代表，三代毋捌了了。这句俗谚还佫有别款讲法，亲像是一代亲，两代表，三代散了了，也是一代亲，二代生，三代袂相认。一代亲，这免交疑，因为处理的成员较单纯。到第二代，会加一寡偏佻的嫌的，亲情得来往，就愈来愈疏远。尤其是到第三代的时阵，认真来讲，连即辈表亲拢毋是，久久见一摆面，连名都叫袂出来，甚至伫路会拄着，嘛无咧相借问。所以这句俗谚是要表达，一个家族的成员若是愈来愈侪，房仔内亲情佫无协助咧来往，感情自然会变较疏远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